大家好啊！今日煲素湯，蘋果雪梨乾滋潤湯水。你哋好嘛？我係 Lina，祝你哋有個愉快嘅一日。材料喺晒呢度啊，好簡單，又甜又滋潤，夠晒營養。首先拎啲雪梨乾浸咗先，浸軟，然之後去濕。雪梨乾有生津潤燥、清熱化痰。蘋果潤肺生津開胃。蘋果洗淨，最好放少少鹽，省浸皮。蟲草花洗淨，大概浸10分鐘。蟲草花有免疫力、降血糖、降膽固醇，同埋提高胰島素分泌，有抗癌抗衰老。腰果增加甜味，代替肉。腰果有補腎健脾、補腦養血。放少許薑有驅寒、刮油。蘋果開4開2，冇所謂，又係去濕。
落少少油爆啲腰果，腰果爆唔爆冇所謂㗎，但爆啲腰果食起嚟香啲、實啲嘅啲肉。大家試下咁樣做啦，啖湯又好飲。俾適量嘅水，按照你嘅材料同埋人數，唔好太多啊。材料少，水多又唔甜㗎。大概煲2個鐘，2個至2個半鐘就得㗎啦。煲到啲水濃濃地，最後落埋啲蟲草花，煲多10分鐘，熄火，焗住佢。好啦，煲好啦，蘋果雪梨蟲草花湯，呢個係素湯嚟㗎，好有益。蟲草花好有益，增強免疫力、抵抗力。好啦，呢個視頻到呢度為止，好多謝大家收看。如果你未訂閱嘅，請多多支持啦，同埋幫忙分享出去。好啦，再見，拜拜，下一片見，拜拜。